響2010年10月底，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突然宣布，中銀香港作為香港唯一人民幣業務清算銀行，其80億元人民幣兌換年度配額已經用盡，各銀行需要利用本身頭寸為客戶作結算。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當局會否和中國人民銀行商討有關檢討及增加每年度嘅人民幣兌換額度，以及提議讓其他金融機構加入人民幣清算行的行列，以進一步強化本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二、鑑於有報道指出，隨着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量日趨上升，再加上人民幣升值預期，境外市場人民幣資金量日益囤積，當局會否加快在港推行人民幣股票，以及向中央爭取加快推行小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打造香港成為匯聚境外人民幣資金的平台？及三、鑑於美國不斷採取貨幣寬鬆政策，人民幣匯率不斷創新高，令到熱錢不斷流入香港，導致通脹不斷惡化。政府會否檢討現行和國家及美國的貨幣關係？我習慣係讀兌換同埋囤積嘅喎，好似阿林議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就提問嘅3個部分，我現在回覆如下：一、自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嘅地域範圍喺去年6月大幅擴大之後，香港嘅人民幣貿易結算量增長迅速，由2010年上半年每月平均大約60-40億元，至8月同埋9月每月大約300億元。喺10月份結算量更增加至680億元。喺呢個情況下，人民幣業務清算行為參加行喺上海外匯交易中心購買人民幣作貿易支付嘅數額喺10月份增長得非常快，以致有關安排喺10月底暫停運作。金融管理局即係金管局馬上推出咗一啲應對嘅措施，而香港人民幣市場嘅運作一直保持平穩同埋暢順。隨住貿易結算業務嘅發展同埋深化，由內地支付到香港嘅人民幣資金將會不斷增加，而且喺香港沉澱之後，形成本地人民幣市場供應嘅主要來源。2010年首11個月，貿易結算由內地支付到香港有1800億元人民幣，而香港支付內地嘅係500億元。換言之，人民幣流入香港嘅淨額係1300億元，遠較同期間清算行為參加行到上海外匯交易中心購買約100億元人民幣為多。喺呢個情況之下，香港人民幣存款穩步上升，截至到2010年11月底，總額達至2800億元。因此，香港嘅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已有一定規模，並開始發揮作用，能夠以自身嘅人民幣資金去應付企業嘅支付需求。換言之，上海嘅兌換窗口係一個輔助性，並不是主要嘅人民幣貿易結算嘅兌換來源。參照去年10月以來嘅情況，金管局已經同人民銀行商討對貿易結算嘅人民幣兌換安排作出優化，並於2010年12月23日致函所有參加行作出說明。為咗保持香港人民幣供應嘅穩定，金管局一方面明確了通過清算行到上海兌換人民幣嘅安排，另一方面亦利用與人民銀行嘅貨幣匯換安排，提供200億元嘅人民幣作為一個常設嘅備用資金池，為跨境貿易結算同埋支付提供人民幣資金。
喺優化措施落實之後，金管局同埋人民銀行預計2011年嘅第一季度參加行需要到上海兌換嘅金額不會超過40億元。第一季度之後嘅使用量會按照實際情況再作評估。關於清算行嘅安排，由於目前嘅運作暢順，因此我哋認為沒有需要作大幅嘅改動。委任一間人民幣清算行嘅安排，亦與現時香港嘅美元同埋歐元即時支付系統各由一間銀行擔任結算機構嘅安排相同。至於早前銀行業界表示，隨住香港人民幣業務擴大與深化，一啲參加行存放喺清算行嘅人民幣存款不斷增加而出現嘅授信限額問題，金管局已經與人民銀行商討，相信原則上能夠以參加行喺清算行設立託管帳戶嘅方式去解決。金管局現在與人民銀行、清算行同埋參加行進一步商討，包括法律文件同埋操作程序等等嘅具體細節安排，希望能夠盡早喺今年初落實。二、喺中央同埋有關部委嘅支持之下，香港離岸人民幣嘅業務過去1年發展得非常之好，特別係2010年6月人民幣貿易結算安排擴大，以及喺7月清算協議完成修改之後，喺香港進行嘅人民幣融資活動漸趨活躍。香港人民幣債券嘅發行量喺2010年超過300億元人民幣，發債機構包括香港同埋跨國企業以及亞洲發展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同時，香港嘅銀行同埋金融機構亦推出咗好多不同類別嘅人民幣金融產品。喺結算系統嘅配套之下，香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已經準備就緒。至於企業會否通過發行股票嘅方式籌集人民幣資金，主要係企業基於市場同本身嘅情況作出嘅商業決定。由香港交易所營運嘅交易及結算系統及由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所營運嘅銀行間結算系統等市場架構都已準備妥當，係可以支援人民幣股票嘅上市交易同埋結算。現時嘅規則同埋法規亦容許人民幣股票上市。實際上，目前已有人民幣產品喺香港交易所上市，香港交易所亦已把充分利用人民幣國際化所帶來嘅機遇納入其戰略規劃2010至2012。至於有關容許香港以人民幣投資於內地證券市場嘅計劃，俗稱小 QF， 暫時並沒有明確嘅出台時間表，我哋係會繼續就有關計劃嘅盡早落實